可以跟着一起拍手。 毕业是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，也是另一个挑战阶段的开始。离别总是让人不舍，但我们还是要说再见。宝贝们，带着你们的梦想与师长们满满的祝福，一定要记得这美好的童年哦！我们永远爱你们。也请台下宝